是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实则非凡、柔情似水、帅气逼人、海纳百川、特别谦虚勇士。36见笑，36见笑，见笑。这个笑还分成高级笑和普通笑，同时还有低级笑见笑。我第一次听到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 ！B 站 UP 主这个名字起的真的五花八门啊！看来这个36见笑的还带了另外2位小伙伴。哎，接下来登陆的是身高1.90米，体重190斤的正方形战士勇士盖里老哥和勇士狮王小白鸭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你们是一家3口？我是36见笑啊，大家好。听好了，我出的上对是精卫卫士水之城小若蝼蚁欲愁填海，法海不知情可贵，大威天龙准备捉妖。忠臣不识皇帝，犹自惋惜，乌纱落于城门下。一生表示老师非常遗憾，泪目大在公屏上。几百年来第一次看到带着爹妈来参赛的。我们只是他的朋友，他的仆人，陪他来参加的。我们是被逼着过来的啊。明天我会先戴上这个面具，然后逗逗王子。Tomorrow。干嘛？我是你的狗，是不是？哦，盖里老哥和是王小白鸭，这是一对夫妻。是的，他们旁边那个36见笑，这不就是一电灯泡吗？人家在 B 站里说它叫照明区嘛，照明区灯泡。废话少说，哪位勇士前来挑战？那我就先上吧，给他们俩。不行，我先上。我跟你说，要欺负我媳妇儿，必须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要欺负我的兄弟，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我先来。别吵！既然你们这么着急送人头，我就勉为其难让你们俩一起上。可以吗？行吗？你们一起上，也只是节约我的时间而已。正合我们意。从第2组开始就直接打破了我们这个节目从始至终的一个规则。